起上嚟或者會保守啲。咁你始終都驚住，即係啲傳咧都喺後場嗰度多㗎，一去到前場佢哋個猜傳就爭咗啲嘅。OK 啊，呢下3個球兩個人啊成。又係如此，去埋4個位住佢，cut 翻上嚟，俾人包翻先。哎呀，自己有散翻自己有啊，白衫呢邊啊！哇！呢個波矛啲喎，呢個波。嗱個波解圍彈翻轉頭，你睇嗱個波解圍彈翻轉頭，出亦都係光芒四射啊！亦都曾經攞過呢個足球先生。再一個隨住自己後場，嗱好多時都放啲咁嘅長傳上嚟咧，係比較遠嗰啲波咧，再接應第二下咧就唔係咁。大家知道孟加拉啦，其實呢場賽事就算作客都係1分鐘嘅球員就係佢啊，都曾經代表過加拿大國家隊，之後就轉咗籍嘅。控到落嚟，早連路揸嗰度，佢都咪落嚟甩甩地，哎呀，好算啊！有球受傷喎，阿華頓嚟喎，華頓啊揞住個腳，清咗先，冇錯啦。維賽對住咧就黎巴嫩嘅時候，亦都入過波啊！亦都係當時第2圈孟加拉唯一唔使輸嘅賽事，長風都馬嚟一口，哎呀，門將封到先冇問題。波嚟㗎，個波一落地，接得比較快嘅，到先啊！好在，哇！如果唔係到先，大賽經驗係咪先？咁你始終因為有個大賽經驗係差好遠嘅。即係你話將喺啲踢波頭都睇住你踢啲波，未必踢得咁準添，仲要。最終啊，逼要唔好就失咗控球權啊！咦，今次個波好似睇錯咗咁啊！係啊，因為艾華頓就走咗埋嚟嘅。我見到隻法蘭隊可以使用到自己嘅強項、自己嘅長處。蝴蝶俾到埋啦，哎呀，空晒右腳拉到埋，啱翻得切 ，OK 嘅。好啦，開始咁啊都要小心啦。揾到個走出嚟。哎呀，我都話。佢啲波好多時呢，應該係烏啲又反而扯遠處位置，就啱啱繞過魚子南。如果爭啲益晒後上接嘅18號就啦。我諗佢都好多啲側邊嘅波傳埋嚟啊，不過射波都要小心啦。出聲啊嘛要啊，個波頂翻轉頭。我防守。你睇下阿華啦，都係挨翻去右手邊嘅位置，佢後面有個魚子南響度。好啦，反手圍攻，再一個長波先啦，對咗背一都到訂㗎，2個夾1個。下對印度啦，亦都本身啦，之簽一抽完出嚟之後就認為係最難踢嗰場賽事啦，哇，諗住笠埋去添喎，直接攞翻上個波去埋㗎啦，叫到添啊！哎呀，好識呢球波啊！係啊，但係咧就腳面啊，彈個直線埋去就冇用。而家我哋4萬幾人入場支持港隊，呢份熱情貼落去埋陳俊一，繼續去通埋坑渠一框，哎呀，通唔晒啊！原來最後俾托普啊偷咗腳下球，李小龍即刻逼翻埋先。烏甸啊，手榴彈炸到埋去，哎呀呢邊浪順左腳拉射，拉基河山啊拉走咗先啦，個波有啲太。